讲哦，当上帝出现要搁较好调的时吼，讲我哪有法度？我这讲话这含慢，我讲是谁要听啦，谁要信啦，谁要地我啦？我要来见法了，我是甚物款的人？伊对伊家己吼一点仔信心拢无啊！但是兄弟姊妹，上帝竞选真深实哦。上帝咧竞选的吼，互迄个讲哦，迄个看上目的真济哦，拢是真正物的哦，吼，无学识的哦，无知识的哦，看起来是人看唔上目的哦。毋过上帝偏偏就是要选这款的人，因为要互这个人知影，伊毋是靠伊家己，靠伊家己袂当做啥物。上帝要用的人，就是伊会当全然来倚靠上帝，无倚靠伊家己的熬。伊就爱感觉讲哦，我啥物拢毋是，我啥物拢袂晓，我无半项，我袂当做啥物，就是一无所事，一无所知，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伊感觉伊安尼的时阵哦，上帝较有处要调伊，这个摩西就是安尼来受调。所以圣经写讲吼，迄个摩西讲，看因唔信我，嘛唔听我的话啊，因为因要讲，耶和华袂捌对你出现，耶和华对伊讲，你手内摕的是啥物？伊讲是乖啊，这乖啊吼，是伊甲伊的某安尼，较早顾因啊，可能囝的乖啊，这是咧吐的。兄弟姊妹，圣经除了这个所在咧讲乖啊，其他咧讲乖啊，大概有啥物款的用途呢？乖啊，就是伊较早就是种的管教、鞭策，也乖啊，甲你讲，哦，像这个箴言13章24节讲，你唔甘用乖啊来讲你的囝，这就是万分的。听囝的，你得甲管教，哦。箴言29章15节讲，这个互乖啊拍，甲责备，这会增加你的智慧。遐个安尼。教解艺术的少年人，互老母见笑。箴言22章15节讲，迄个愚公会迷住这个囡仔心，用管教的乖啊，会当甲伊赶走。启示录2章27节讲，伊要用铁拐来管他因，那像迄个用铁拐来讲喙这个烧灰的废气，这是有迄个管教甲鞭策。另外，这个乖啊，有迄个医治安慰的功能甲效果。咱上出名的，咱咧读的这个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过一件。这个诗中间有安慰的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唔惊灾害，因为你用锤用拐来安慰我，因为你教我三角地带。这个锤甲拐有安慰。有医治、有保护的作用。咱今日读的这个圣经，耶和华上帝讲你体是啥物？乖啊！这个乖啊，普通的乖啊，但是这个乖啊，当上帝甲你三角地带，你若将伊交伫上帝的手，这个乖啊会行神业，会行神业。这个乖啊原来是这个摩西伊离开埃及。伊提示上帝调命，伊感觉讲我要哪有可能的事伊举的迄个拐啊，上帝搁一遍提醒伊，你举一个拐啊，我甲你三角地带，这拐有关键。有时咱拒绝上帝呼召，但是上帝要呼召你。咱若伫教会内面，当然足趣味，足侪人为的真5万心酸要做牧师。一间教会若有足侪人心酸要做牧师吼，表示啥物？兴教会复兴还是衰微？复兴啦！迄个牧师做了成功还是失败？成功啦！这个牧师的形象，大家人足爱。我较早要去读新学院，我感觉讲，这牧师甲牧师娘佫袂歹呢。伫阮草地的所在吼，足侪青年甲伊斗阵佚佗当拍球，去海佚佗，佫定定当去海边散步。想袂到去读新学院时吼，才知影讲哇真艰苦，好迄逐迄个上课礼拜，小组小组吼，
迄个老师就是拢叫你爱分享，我压力足大诶，爱祈祷压力足大诶。较早是对行传迄牧师袂歹哦，毋知讲到底做牧师好较歹，足侪教会对牧师无啥了解。有人讲做牧师够好诶咧，有够好康诶咧，迄一礼拜敢若讲到一讲两讲哦，佮即个牧师佮牧师馆大，即个牧师态度佮遐好。所以有诶囡仔，大家咧讲笑咧讲咧三比一个三个囡仔讲好，阮爸做医生偌好咧，好，足侪人看病逐工收足侪钱诶。伊讲哪有啥了不起？阮爸咧做律师一届安尼人来讲诶得偌济钱互伊呢。恁这种无厉害啦。阮爸做律师伊敢若伫台顶安尼讲诶收偌济年来呢。咱人讲笑这个囡仔。有时教会兄弟姊妹对教会无了解对牧师无了解临办我若是遐肤浅遐少。咱要来当正确看待家己。咱要去做牧师，就是你要有迄个使命感。有人受影响去做的，这也是对。阮今日友情教会要去读新人医的青年人足侪。所以，不管玉山新人医、台南新人医、台湾新人医，拢有人去读。我甲兄弟姊妹讲感谢主，表示咱的教会牧师的形象袂歹。兄弟姊妹足听牧师，感觉讲做牧师足好，做教会牧师足好，所以大家心酸要去读新人医。这个教会真复兴，所以大家人伫这个教会灵命得了复兴。有人讲。这个教会若真礼拜真侪人是啥物人有吸引力？讲牧师有吸引力啦，因为牧师讲道大家牧师讲道这个我先较无拢想讲我搁一个应该是毋免的因为牧师有讲道，所以大家拢爱来，所以礼拜真侪。但是若祈祷的人真侪是谁有吸引力？耶稣有吸引力啦，因来祈祷，耶稣听因的祈祷，真正因的祈祷经历着，所以大家较无祈祷。这是迄个布鲁克林迄个会幕教会迄个新班叫做什么牧师，我现在讲袂出来伊所讲的，感谢主，做牧师真好。但有想要去做牧师，毋过无拄上帝呼召的。有人无想要做，但是上帝偏偏要拣伊。特别为人我无爱做牧师娘，我无爱做牧师娘，做牧师娘真艰苦。毋过偏偏拢去做牧师娘。我来去读新人医这做牧师娘的足侪拢是毋是伊一届爱做牧师娘，但是上帝都呼召牧师，爱着牧师，所以伊开始爱去适应牧会工作。最近我受邀请去台南中会传道部，甲阮牧师娘去分享关于这个做牧师娘应该有一个专门的学问叫做迄个牧师娘学、寺庙学，不过新人医毋捌开，即马圣公新人医有开，所以阮牧师娘要受邀请去分享。韩国这个是一个学问，免做牧师娘，这是一个学问韩国牧师讲，做牧师娘当来这间教会爱做戆的牧师娘，但是若来三了袂使阁戆，爱做巧的牧师娘。咧讲真趣味真趣味。伫韩国对这种的探讨也较济，咱台湾的教会较少最近当然也有伫网络一篇文章咧讲到，上界软弱的妇人人。上界脆弱的妇人人，就是咧讲牧师娘。迄篇文章为灵粮堂迄边所写，也足感动人的文章这咱的题外话，兄弟姊妹，摩西上帝要警告伊，伊感觉伊袂使。上帝讲，你手中举起拐什么？这拐都已经卖举偌久，官羊已经用要烂去一支拐毋过。
这个乖啊，伫上帝的手会真做无共款。摩西因为上帝甲伊保证，你毋免烦恼，我是阿伯兰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我会甲你三甲地地。所以你这个乖囝，你若举这个乖，你知我甲你三甲地地。所以，这个摩西伊才接受这个呼召，伊接受这个呼召，伊开始勇敢去甲法老见面，伊开始来带百姓，实在真困难，但上帝甲伊三甲地地。这个乖啊，上帝使用的这个乖啊，常常是交伫亚伦的手中，咱也读伫这个出来记记。第7章17节到20节，但是伫摩西上帝使用这个乖啊，会当互水变做血，会当互水清气啊。这个摩西还是亚伦呐，听上帝吩咐，传出这个乖啊，足侪神业奇事拢发生。咱也读出来记第8章，咱就常常读，主要就读。看起来是一个真普通的一支茶，但是伫上帝手中。会当真做，会当兴发，会当毁灭，会当降落灾祸，会当互洪水的红海的水分开。迄个权能开力是在伫上帝。兄弟姊妹，咱今日安怎看咱家己？我真有限，但是上帝若伫我内面的时，上帝若甲我三甲地地的时，我就会当做真多我原来袂当做的代志。摩西用这个拐啊，会当带以色列百姓出来去过红海。上帝使用摩西，是因为摩西伊感觉伊袂当。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会当互上帝用，其实咱拢袂堪得。但是当咱若感觉家己袂堪时，上帝的确要使用你。到底你看你家己伫上帝目睭中是啥物？最近我读一本册叫做《月光下的十字架》，这本册真好，特别爱互牧者读。哦，为中会吼买这本册送互牧师。哦，啊，其实毋是牧师啦，咱所谓长老，咱所谓领袖，咱嘛应该读。伫咱落西，咱有时会感觉啊无气力啦，野懒啦，感觉我吼啊做到流汗，红嫌到流汗，啊，我做到啊，若要忝着，结果吼，阁无过效，做到骹酸手软。一个牧者，伊做到无气力啦，休困。啊，后来去找一个老牧师，一对夫婴退休啊，80几岁，逐礼拜去甲伊见面，甲伊讲话，迄个诚做伊的14堂课。这老牧师甲伊分享。有一个故事，我感觉伫迄个介绍了中间真好。伊来找即个牧师，想讲啊，我足无路用的啦，我足重拢袂晓的，啊，牧会牧家吼足艰苦啊，啊，我即马吼实在吼一点仔价值都无，足热气。啊，即个老师吼看了听，本来要甲帮衬，伊要甲问。佮佮无啥物插的，伊讲啊，对啦，我就是接不落用。另外，连老师嘛无爱插我。但即个老师停到一段期间过了，对伊的倒手会手指拔个。伊讲少年人啊，即个手指吼，我即马吼因为欠钱，我需要用钱。即个手指拜托你甲摕去卖。你摕去迄个城内，你要卖的时候，你要找迄个生意人来买，吼啊！即个手指吼，至少价值一个大金币啊！大金币偌济钱，当然就袂少钱啊！吼，你袂使卖较俗，所以伊就出去啊！啊，去一个生意人甲讲啊，阮师傅吼，因为吼需要钱，所以即架手指真有价值，至少一个大金币以上，要来卖。是毋是你要来买？大家甲看来讲，这个手指是袂歹吼。毋过看起来敢有价值一个迄个大金币的钱无咧？大家看来看去讲，俺袂使，阮师傅讲至少爱大金币，所以去问别人甲看来讲，无啊，你也无迄个价值啦，你这个敢若价值一个大银币尔。
哇！伊讲啊，佮愈袂使，佮问另外一个，迄个讲哦，无啊，你这价值一个大通比的价值尔，差嘛愈来愈无价值。我想想袂用的，已经换，已经还佮当去师傅讲无一个大金币袂使买，买起来佮倒转去。甲师傅讲哦，今日我差不多超过找100人以上，甲问哦，无一个超过一个大金币的。啊，到尾甚至讲哦，啊，敢若一个大银币，一个迄个大铜币，所以我就唔敢卖。师傅足实的，我袂当甲你卖出去，袂当完成你交代。啊，这个师傅哦，啊，到尾想想讲，对，大家拢会甲你出介绍，迄个价钱真要紧，迄个价钱真要紧，迄个少年的。你敢知影即个手指真正价值？你吼，搁牵你的马，你搁倒转去，你去城内，你去找珠宝店，找迄个真正捌手指的人，你去找珠宝店，甲你称看卖啊，甲你鉴定看卖啊，即个手指才价值偌济钱？结果伊就真正徛出去啊，看到一间珠宝店，入去。啊，阮师傅吼，讲要拜托你甲鉴定看卖，若价钱会拄好，伊要卖，伊爱献一个祭物。迄个人甲看吼，足详细检查看，称重。杨少年，你等去甲恁师傅讲，即卡手价值58大金币，58大金币，啊，58个哦。迄个人搁讲，少年，你等。你甲恁师傅讲，伊若无赶紧要卖，伊若无赶紧要脱手，可能即个手指有价值70个大金币的钱，70个大金币啊！原来去用看的是吼，一个大金币都无啦，讲一个大银币，甚至讲一个大铜币，结果互专家一个鉴定了，讲58个大金币，甚至会当甲70个大金币。兄弟姊妹，咱有时看咱较小，咱毋知咱的价值，咱用人咧让咱，人看咱含慢，人看咱袂使，人看咱无价值，咱用别人的眼光来咧称家己的迄个重量。但是上帝看你是无共款的，上帝创造你的，伊就是你的专家，伊知你的价值，伊知你的价值。你毋是干一个大金币，你是58个，你是70个，你毋通看甲遐小。这个摩西，伊看甲家己袂使，但是当伊会知影交伫上帝的手的时，伊诚做无共款。兄弟姊妹，咱今日伫教会，咱是有价值的，咱是会当互上帝使用的。上帝伫咱的身躯顶会当承受更较大的代志。啊，伫美国有一篇电影叫做《当圣母来敲门》，啊，这个影片报了足侪人爱看。迄个主角就是克里斯贾纳，这个克里斯贾纳啊，伊老母因为丈夫无好离婚去，足细汉娶，后来佫嫁迄个老爸对也足歹，定食酒，所以两阿某定冤家。有一遍哦，因老母挡袂牢哦，规厝拢火甲烧伊。伊失落家庭，伊少年的时，伊就真望脱离伊的艰苦，伊望会当努力，会当成功来开展伊的人生，会当离开丧乡。但是伊捌散到有时吼，迄个税金都拿袂起，车用靠爱，所以伊后来虽然进入婚姻，因为丧乡。哦，贫贱夫妻百事哀。丧乡，伊的太太到尾啊离家出走，伊敢若诚做一个单亲的爸爸，带一个囝。伫即个旧金山的街头扫来扫去，伫即个车站伫遐做解药收容。即个人原来是无可能的，但是伊家己咧见证讲，我虽然经过一段真艰苦的日子。我妈妈无留什么给我，但是我无袂记得，伊给我一个遗产，迄个遗产就是祈祷，就是祈祷。我只有祈祷，所以
伊就是祈祷，伊祈祷上帝。那甲像这个亚比斯的祷告，求你控告我的境界，你我会当离开这个艰苦。伊就是祈祷，真正有一天幸福来弄门。伊去拄到一个真后做这个股票管理人，伊就对伊学，伊甲伊教，后来伊就对小豆豆趁着钱，伊成做一个真出名的这个理财公司的创办人，克里斯贾纳。这个克里斯贾纳，伊咧见证伊家己，伊讲伊今日会当脱离这个丧乡，伊会当到今日这个地步。有人咧问伊讲，你安怎来体验你来赢过你生活困境，来找到幸福的秘诀是啥物？伊讲，就是逐礼拜拢去教会，逐礼拜拢去教会。因为从细汉伊老母互伊的习惯，逐礼拜去教会。伊仰望上帝，伊永远无失去迄个梦想。伊梦想，伊祈祷，毋望即个美梦会当成真。伊的朋友，较早捌甲伊伫路咧本的人吼，捌来咧讲，即个克里斯贾纳吼，当时大家拢咧排队吼，拢咧分要分一顿仔食。毋过吼，伊抱着因囝吼，看起来咱较像咧祈祷，咱像咧做面梦，咱像吼有真大的迄个热情伫伊的身躯顶，要来成就一件大代志。这个克里斯贾纳无互伊的背景，互伊的人生来甲伊拍倒，因为有信仰，因为有祈祷，互伊会当做梦，互伊会当得到成功。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互主呼召，咱就是主所要使用的人。咱毋通看见咱家己，咱毋通感觉讲我拢袂晓，我拢毋知影，我也袂当做啥物，我已经遮侪岁啊，我已经遮老啊。但是兄弟姊妹，咱知影有一个真出名的故事咧，讲这个肯德基的故事。肯德基的创办人山德斯，有人叫伊上校，这个山德斯，伊65岁，伊过去无啥热心，对信仰无啥追求。到伊65岁退休的时阵，也无存啥物钱，毋过伊突然想到讲，我的人生敢安尼就结束啊？我的人生敢安尼就结束啊？结果伊就一想讲我即摆会当做啥物？我65岁，我会当做啥物？兄弟姊妹，咱中间可能65岁人退休的人都有，有人讲退休了，我即摆来游山玩水，即摆拢无代志啊。咱的人生敢是安尼？咱人生敢是安尼？我捌伫盐埕教会有一个老师要退休，伊要退休，对伊退休有点仔恐慌，所以有点仔犹豫，搁一寡不如意，为着伊的囝，哇，伊的问题足多，但是感谢主。伊拄到牧师，常常来到牧师座来开讲来讲，斗阵去以色列，常常灵修，常常祈祷。后来我鼓励讲，你做老师，你应该会当来教会做这个上年大学。当要开始，所以阮就去双联参观，来做上年大学。无偌久，我离开盐埕的时阵将这个帮交伊，我感谢主。你家才来接这个帮，迄阵伊嘛感觉我袂晓的，我要来当，伊非常惊讶。我讲你免烦恼，当你欢喜互上帝用，上帝一定会甲你三甲地地，上帝一定互你资源。结果伊的后生，伊的查某囝甲囝婿拢记者，捌足济，看要请迄个医疗讲座啦、美食讲座啦。结果几当了，我发现讲哇，伊办得有声有色。这个上年大学原来无偌济人，愈办愈济人，愈办愈济人。原来收钱过来，还有存真济。伊开始带小组带人来进入教会，伊即马带20几人，小组拢是上年大学的，逐礼拜就带因小组，教会会当洗礼。感谢主，伊无因为讲伊已经退休啊，上帝才会当大大使用伊。这个山德士，伊想到讲伊老母
有伊个秘方哦，就是讲免来做即个炸鸡啦。伊即个秘方哦，伊感觉真好，真好食。伊想讲我嘛通来做这啊，伊就去找人讲要合作。即个人讲啊，你65岁啊，你去当戆修想讲要去创业，即个也拒绝，迄也拒绝哦。伊找过偌济人要甲伊合作，受拒绝呢，1008个迄咩1001个1008个，1008个拢甲拒绝，伊拢无放弃，到1009个的时阵讲好，咱合作看卖啊。想袂到一个合作落去，哇，一间变2间，2间变4间，变10间，到尾600几间，今日世界万几间的即个肯德基，虽然肯德基咱足少去啦毋过即个山德斯，因为伊无放弃，所以伊就成功。到75岁有一遍伊要出外，突然间要坐飞机的时候，心内有一个囝兄。今日主若调我倒转去主嘛会欢喜我袂？我嘛会当见主的面无？哇！伊开始惊兄，我有为主做甚物工无？所以伊开始知影讲袂使，我讲袂使，甲为着地面上的努力，我得为着将来迄天顶的财宝来努力。所以伊就开始，我得开始来追求来参悟。所以参悟伫迄个时阵，伊75岁，75岁才开始伫教会的心，开始参悟宣教的工作。伫受主接倒转去90岁，这15当中间，伊做比一生更较济，才会主的工。兄弟姊妹，咱虽然无啥物，但是我相信主拢互你有啥物。无说敢若一支拐啊，到底你是啥物我毋知，但是当你会当互主用的时，我相信。主伫你的身躯顶要彰显真大的代志。我有听到真侪见证，有一个黄玛丽台北合一基督教会北基原来做见证。伊原来是送往做养女，足逼真的，欠陪老爸疼，去做咧共做头毛的，但是伊拢足认真的，所以伊做甲足成功。毋过无主的人生，无主的人生。兄弟姊妹，有主同在会死也过无主同在会活。无主同在人生足艰苦。伊做养女，伊做头毛，伊互人苦毒，受足侪艰苦。后来婚姻受背叛，囝儿也歹，伊的人生实在是足苦的啦，足绝望的啦。但是感谢主，伊去拄着耶稣，有人甲伊传福音，所以。伊拄着耶稣了，虽然有精进，后来伊大互主使用。伊毋若亲子的关系恢复，伊会当伫伊的事业会当上帝大赐福伊，互伊有智慧，伊会当创真大的即个事业财团。伊今日会当伫上帝的国度做足好的工。上帝足奇妙，当咧兴起真侪人进入大书面公司，进入成功的企业，拢是互主用。主大赐福伊，因为伊抓着上帝的心意，伊欢喜，互上帝用，上帝就大使用伊。即马伫台湾，上帝也真咧兴起真侪做事业的人。即个做事业的人，当因欢喜做上帝国的事业，上帝是因的老板，伊欢喜参与伫上帝国的事业，上帝大赐福伊。我有熟悉的一个兄弟咧做建筑，这个兄弟伊是。小三的囝，所以做小三的囝，你就知影真可怜，欠过老爸疼，无爱读册，所以伊就分黑道，做兄弟，打杀杀。虽然结婚了，嘛袂改变，爱播、爱啉、爱嫖、爱赌、爱饮。伊的太太足挡袂牢的，甲带去到南部来阮高雄，看万款的离开这歹的环境无，嘛无法度嘛，去秘去到迄个。屏东的嘉东，迄个上偏僻的所在一群人伫迄嘉东教会衰微的时，你知影教会衰微有人入去教会跋筊，教会变做赌场。咱的鱼池教会过去迄个团队要去的时一群人伫内底咧跋筊即个团队来呼啉讲恁伫遮咧创啥？你是啥？因为贼较恶人啊！即个教会拢无人的时迄正说因跋筊的所在，迄嘉东教会
人真少，衰微的是北到即款的情况。这个传导器，后头是刚刚开了，看着伊，一群人咧跋筊筊着，这人什么人来？伊讲你免紧张啦，免紧张啦，我毋是讲要甲恁赶，你什么人？我都教会传道。哦，伊无甲歹，无甲赶，这个传道就是甲我去恒春生态农场带领迄个场长信耶稣的人，伊真有传福音文书，伊就甲关心、甲讲、甲引带。果然，这个人悔改来信耶稣。伫个教会做中心牧师，开始学建筑，因为这是做建筑的牧师，伊的牧师娘，所以做建筑即马伫东部做建筑，阮4月27日白当要去有一个献堂就是伊起的。兄弟姊妹，一个人信耶稣了，伫上帝手中伊有极大的改变。迄个起的厝，就是一个韩国的宣教师，伫高中的时阵，伊伫报道的中间决志来信主，所以伊就来服侍主。到8年前，伊受感动车检来到东部的所在、台东的所在、上偏僻的所在，伫韩国遐大间的教会受车检来到遮，伊就是去做囡仔工作，做中辍生的工作，去关心遐无人关心的，因为伊的疼心。感动伊韩国的母会来遐，甲起一间青少年关怀中心。迄个理长伫拍拖的时见证讲，哇，这个宣教师实在有够贴心。我听足多人甲传福音我拢听袂落，但是这个宣教师我要来信耶稣啦。因为这个宣教师真正有上帝听伫伊内面。兄弟姊妹，咱拢是真卑微人。有一个牧者伫原住民的教会，伊休困要找教会，伊就祈祷上帝，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找我会当去你爱我去的所在。拢无人找，今朝祈祷真久了，有一间教会来找伊。这间教会足细间，这间教会来找伊是讲牧师啊，阮想讲要邀请你来伫阮中间。做牧师来牧会，毋过足实的，阮教会即马人足少，方言足少，阮可能社礼袂当ful你到业，阮只有偌济人互你尔。这个牧师为了这个代志，伊就祈祷，祈祷了，祈祷甲伊牧师娘禁食祈祷2礼拜了一天听到上帝写讲，你着去，你着去我着爱去迄个所在社礼付袂出来呢，人足少呢。爱去但是伊上帝这个声音就讲上帝啊，那假使我要去甲因看的时阵遐个中集遐个团契会长拢是真正好济拢来真正拢出声尼就是真正上帝你爱我去伊祈祷2礼拜了真正要去看一间教会爱去看看。果然，迄天问一个拍开，想讲最后是干那1、2个长老来欢迎，想袂到讲哇，真正长老拢到，这执事拢到，这会长拢到所以上帝爱我来，袂当拒绝。大家甲伊谈谈的了，嘛是甲牧师讲牧师阮教会即马人真少，方言真少，可能社礼我拢负你伊知影讲上帝爱来，伊讲无要紧。社礼最少无要紧无社礼无要紧，无上帝袂使，咱来祈祷。感谢主伊就真正来复临，带兄弟姊妹下早是4点就开祈祷，4点开祈祷。伊就讲兄弟姊妹，咱来甲上帝求上帝，互咱100万，求上帝互咱100万。好，大家来拼祈祷，祈祷我真正信来发生无，真正有会当得到100万无？祈祷3个月了有一天因迄个出来走来找牧师，我牧师好感谢主呢，真正的呢，咱祈祷有功效呢，真正100万来呢。迄个牧师摕来看讲，哇，足欢喜，甲看讲其实毋是100万啦，是10万啦，因为后壁迄2个0无算伊毋知啦，因为迄个出来看无。但是讲，咱人来治，咱爱照常搁祈祷，爱搁祈祷，所以就搁祈祷。真正一冬后，真正足奇妙。
因为教会有人甲奉献100万，这个教会大家开始信心倒起来，开始倒起来。这个牧师开始对上帝有信心。兄弟姊妹，你要祈祷，就是你有经历上帝。上帝是听人祈祷的上帝，上帝拯救我的上帝，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当伊安尼有迄个确信的时阵，伊对上帝有信心，所以这间教会就活起。兄弟姊妹就爱来祈祷，兄弟姊妹就爱来礼拜，新约技术就不能发生。这间教会你会当去看，叫做嘉金林教会，伫南回县，即马诚做因东北总会指标性的教会。兄弟姊妹，当上帝同在的时阵哦，咱一无所有，毋过上帝同拢有，咱什么拢袂当，但是我靠收拾咱亏力的，伊凡事拢会。这就是摩西安怎会当互上帝用。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互上帝用，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真正会当进入万人的侍奉，万人的侍奉，咱的教会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精兵，每一个人拢互上帝使用，每一个人拢会当传福音，每一个人拢会当来陪伴人，拢会当带人归主，拢会当栽培人成长，互咱的教会伫这个所在会当不断扩展。求上帝使用你，讲主啊，我手中无啥物，这个古怪啊，上帝讲无要紧，你若交伫我的手，你若交伫我的手，神也。技术的确要跟在你，兄弟姊妹，当你欢喜和主用的时，主要使用你。三脚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和你老婆会当做你的工，毋是我有甚物款的才调，甚物款的才能，有甚物款的背景，乃是主你怜悯。当我和你的老婆会当甲你相处，对你有信心，会当倚靠你，透过祈祷。主，你着足奇妙的代志，拢得到成就。有时阮根本想袂到的，毋是阮想的，毋是阮的计划，这就是你的计划；毋是阮会当做的，主，这就是你做的。主，多谢你，过去你伫迦南教会，你有做奇妙的代志。这个教会安怎的创设？这个教会安怎的发展？主，你做工伫一间的教会。主啊，互迦南教会的中级兄弟。牧者拢会当阁想主过去所做的代志，对主完全的信心。知影过来的50迄年，过来50当，主的确要做较大的代志，做较荣耀的代志。主啊，阮每一个人虽然卑微，阮互主用；阮的家庭虽然卑微，要互主用。主啊，每一个人拢会改变，每一个家庭拢会改变。阮要看见主的荣耀伫阮的生命，伫阮的家庭，伫阮的教会大大彰显。主，感谢你，听你的落魄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